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龙家的文兴殿，日前来举办着平安宴，开放予信徒注文道声，一道是6600，若是散客，一个人就700块，都要先汇钱才当来食道。结果有一个女子来共偷食，无当紧，佫共包转去，但这个订道的信徒来到地拢硬去。庙方讲这是头一届拄到这款的状况，未来会检讨改进。一个穿紫色衫的查某人来到公庙食平安宴，摕几啊包塑胶袋啊包菜尾，规个过程互民众看伫眼内。一包、2包、3包、4包，包甲遐尔啊济，民众讲这查某人疑似无纳钱，毋拿来偷食，佮甲别人的菜拢总包转去。因为毕竟人家花钱定这个位置啊，你又给人家强行占位，对不对？要说不过去啊。歹啦，那歹习惯啦。帮汉人这种这来咧食到啊，坐就无走。伊一当生去搞，伊就拢知影人来。台南两家文兴店办祝寿大典，暗时阁有平安宴，一道10项菜拢总6600，若是塔到的，就要先汇700块才会当来食。毋过有民众控诉拄到包菜的贼仔，先食别人订的菜，佮共包转去，订到的人来到现场发现菜，拢互食了了。就是说之后看要怎么做，阮甲哥内部再做检讨这样子。庙方解说7点开道，工作人员甲人带位刷就离开啊。头一摆拄到这款状况，后续会继续来检讨改进。不过律师嘛提醒大家，若无纳钱，佮偷食，佮共包，庙方甲订到的人会当提民事求偿。未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而进入用餐，这部分可能就会涉及到民事方面的一个纠纷。平安宴食到无平安，庙方会检讨流程，嘛呼吁民众少贪软家人，若是少贪是会吃官司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